如果你單位天花有出現以上嘅問題，應該要盡快根治，唔好等到石屎冧咗落嚟你先去處理。通常天花出現瓷磚裂痕，露出石屎鋼筋，證明已經漏水一段時間，但樓上單位唔會知道自己有漏水，所以你必須找專業漏水檢測公司用儀器及數據舉出證據，然後投訴樓上漏水，再由管理處跟進，先可以徹底解決漏水問題。漏水其實一個好繁複嘅問題，如果胡亂去做工程，睇唔到會解決到問題，所以如果要解決到漏水問題，首先應該揾漏水專業人士用唔同嘅儀器，確定好漏水問題先制定點做工程，如果唔係只會浪費時間及金錢。K21 漏水檢查預約：WhatsApp 921853292